3個大學城用地分別位於牛潭尾、洪水橋廈村新發展區同埋新界北新市鎮，分別佔地5至46公頃。民建聯聯同國際投資管理公司高力經研究之後指出，洪水橋廈村5公頃嘅教育城用地雖然面積最細，但係當區嘅收地基本完成，最快2030年有鐵路站落成。相比起其餘兩區仲未開始收地，分別2034同埋39年先至有望有鐵路接駁，發展會快4至9年。建議優先發展洪水橋廈村，並且整合南面嘅社區、工業同埋物流用地，將總面積增加到24公頃。發生咗一啲嘅產業或者需求嘅變化啦。舉個例就係我哋見得到咧，其實元朗南同埋洪水橋廈村有啲多層式嘅現代產業大樓咧，其實係招標之後咧係一再延期。咁加上我哋見得到，即係嚟緊即係關稅嗰方面咧，對物流好大挑戰啦。而家8間資助大學面積最細嘅嶺南大學面積都有8.6公頃，有6間大學係10公頃以上，最大嘅更加有超過100公頃。佢哋認為，如果維持原本5公頃嘅規劃，追唔上發展需求。去年啦，直至到今天為止咧，其實好多間大專院校咧都喺個市場上面係吸納緊唔同嘅物業，係方便佢哋去創造多啲設施，無論係教學啦，或者係學生或者師生嘅宿舍。佢哋認為發展具規模嘅大學城，亦都有助提升周邊商業用地嘅價值。無線電視記者梁永祥報導。